北加州台湾学校联合会跟北加州台湾论坛合办的台湾母语的第一场台湾母语的海内外的发展的简介情况。我们今天是纯属于报告的性质那么至于有没有 Q&A， 我们要看时间而定那么很感谢你们我看到还有一些 member 他们还没有赶来，因为今天是 Easter Day， 是复活节，所以很多人还在那个教会里面。但是等一下过了半个小时，他们会赶过来这里。但是我们现在先开始第一场，因为我们有 online Webex 的服务，所以还有7位乡亲现在也在 online 等着，我们不要让他们等太久。我们现在就开始。那第一场的讲员呢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余国权教授，他在那个大学里面呢有在3所大学的华语文中心呢担任过主任，所以他对于就是说教外籍生华语方面呢，他经验很丰富。另外呢，他在台湾呢，我们国内推展台湾母语，在我们台湾话还有客语的部分呢，他非常的有经验。然后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时候呢，他有这个革新改变这个台湾的拼音。那当时呢推出来的时候呢是陈水扁总统的时候，那行政院长那时候也透过行政院长呢颁发了行政命令呢，就是台湾的所有的台客语呢就用台湾通用拼音所以那个时候呢大街小巷呢尤其是南部的城市还有中部的城市呢都改成台湾的通用拼音。那台湾通用拼音后来又改称为台湾拼音台湾拼音是这样但是呢8年以后呢变成马英九执政，马英九执政就把它改成是汉语拼音，所以呢台湾的大街小巷呢又从台湾拼音也就是通用拼音又改成了汉语拼音改成了汉语拼音。那时候呢我们曾经呢用台湾语文学校联合会的名义呢有去信给马英九总统，问他为什么要把台湾的大街小巷的拼音改成汉语拼音。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为了方便国际人士到台湾旅游，以及在对岸学过华语的外籍人士到台湾来看得懂台湾的大街小巷的英文拼音，所以要改成汉语拼音。你们觉得这个理由是否是得当，是否正当吗？本来实行了5、6年的台湾拼音大街小巷，然后一下子又变成汉语拼音。那好在我们的中南部的城市呢守住了底线，有一些城市还是继续用台湾拼音，比方说高雄市、台南市、高雄县、台南县都还守住了，但是中部跟北部的城市呢就沦陷了，全部变成汉语拼音，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已经去信问过行政院我们是问行政院跟教育部为什么现在民进党执政不再改回来原来的台湾拼音政策？不过目前呢，行政院没有给回答。行政院没有给我们回答，教育部也不给我们回答我们当然知道做官的有他自己的难处那么行政院不回答，教育部就更不会回答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各位乡亲大家好啦我2000年第一届到咱北加州来讲这个问题然后来几啊遍落场是2019年我搁去搁来一遍时间过真紧啦即摆拄啊7档啦搁7档安尼今日真欢喜头拄仔我们讲的迄个问题是算做华语的问题是讲咱台湾的地名路牌主要台湾地名路牌你迄个罗马字跟罗马拼音的你是要用啥物咱伫2002迄阵阿扁政府的时阵有公布即个台湾的拼音系统，叫做即个华
语的同文拼音，所以阵咱主要的路名、地名拢是咱台湾拼音，但是2008呢，马英九呢，伊改做即个中国，中国拼音，就是讲中华拼音啦，简单讲是啊，即个问题到2016了，并无搁改变，比如民众政府呢，这物件，这证书所放伫遐，安尼放伫遐是毋是有违法啦？敢有违法？即摆我讲这其实是违法啦，安怎讲？就是讲，咱国家语言发展法呢已经公布啊，根据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这个施行细则呢，伊内有真清楚讲你这个是台湾这地名啦，地名当然是用你台湾家己系统，简单讲就是安尼，应该是有安尼规定的，所以即摆头拄仔汉文讲这个问题，伫华语的部分，咱台湾即摆机场啦，你坐飞机落来到台湾，奇怪呢，卡伊的拼音系统呢，拢写做变做是中华系统毋是咱台湾系统，这个代志是叫违法，违反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简单讲就是安尼，咱当然希望讲民进党政府呢，较紧啦，这个物件较紧处理啦，因为咱民间的团体等等阮伫旧年就已经拢发动啊，就是讲这代志爱紧处理啦，因为这个是叫已经违法嘛，对无？后尾讲这个代志，咱古早讲出久啊，这国家认同有安尼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咱毋是今仔的主题伊头汉文讲着，所以我大概报道一下，就是讲台湾的地名，恁大家坐飞机到台湾的机场，奇怪，你敢无用台湾的系统？较用北京的系统，这 confuse 嘛，是毋是安尼？你认同上就 confuse，你国际上你无得区别，你无得分辨讲台湾跟中国有啥物不共款，所以历史真侪台湾人呢，比如讲伊家己的名啦，胡椒的拼音啦，胡椒的名呢，讲我去用迄个北京的系统啦，你出国的时候，当时你中国人就是毋是安尼？真严重的代志呢，拜托的。是不是？台湾人的护照，结果你的拼音用迄个中华系统，到时拢误会，就真衰，是不是安尼？这是真一个问题啦咱希望讲，咱政府呢较紧处理啦，是不是安尼这个较紧处理。来，咱今仔的主题呢是讲母语教育，这是另外一个主题，这是这个母语的部分，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已经有文字拢有下载有大家所以我简单讲一下，等下互大家来问啦，安尼我时间我会缩短，来。咱讲母语教育的发展咱台语的传承呢，你要影响的因素主要是环境含教学两大面两大方向啦环境佮分做即个外部的大环境，跟含内部的即个做一个小环境啦外部的大环境，比如包比来讲英语，当然对于台语的传承不利嘛简单讲是安尼，即个我毋是今仔重点。第二段呢，内部做一个小环境，比如讲，咱北美的台语教会，这个台语教会内面讲台语，这对这传承就真重要，但是问题是安尼这问题无遐简单咱北美的台语教会呢，100间以上啦，讲台语的呢就80间啦，安尼啦但是2014年我访问过这个咱长老会长老会美国总会的单美卫牧师啦。伊就讲伊讲这问题即摆真算严重你教会老一辈呢是讲台语的但是咱留学生减少嘛，对无是毋是所以第二代伊伫家庭是有讲台语，但是呢，伊参加教会时，伊参加英语的团契呢，伊参加英语的礼拜呢，因为英语较顺嘛，是毋是安尼？所以比如你教会怎必须用英语来吸引少年的来参加教会啦。比如你台语教会无法度
吼，敢若讲是安尼啦，吼，啊，你是你台语教话，你咱北美的台语教话，你将来变安怎？是毋是安尼？啊，是安怎讲我无法度传承咧？你观念是啥物观念？吼，安尼吼，嘿，好来，啊，搁落来哦，是讲北美的尔，安尼尔，哦，即个直接讲台湾咯，吼，你台湾你会讲哦，啊，你台湾这无问题啦，吼，是毋是安尼？哦，毋是安尼哦，吼，台湾这拢有真正大的问题，吼。比如讲，咱这个王院长啦，王东尧吼，伊算做真代表性吼，伊新人医，这个咱讲中央大学的新人医的院长吼，伊到公布呢，伊讲的时，伊个写，又写这个写，伊讲台语为主的长老教会啦，吼，因为长老会有台语为主嘛，吼，毋知啥物时阵啦，吼，咱这个教会呢。无去教咱第二代母语啊，无去教，安尼啦吼，伊讲嘛无一定要用白话语教咧，用不了白话教，你就是爱教，你有法度传承，爱有法教无？大家无去教咧，这是新人伊的伊吼，这种王总算真照代表性的，伊要讲这个代志。根据这讲，你要用母语礼拜来吸引这个少年啊，这嘛是一个大问题吼，以上这种环境的问题吼，这环境问题，这讲来回头长，所以我简单甲讲到遮就好。来，我讲第三步啦吼，第嘛个主要是讲教学，吼，比如你一个环境，一个教学，环境牵涉着足个资源的问题，吼。迄讲来，迄种来，再来，迄是资源的分配问题。但是教学毋是啦，教学就是牵涉专业的问题啊。来，咱1979年呢，咱讲吼，台湾其实袂晓讲外语啦，安尼啦，迄阵做讲日语学起来，但是伊这个呢，伊这个物件伊好教，来，大尾手呢，四到一年啊。前10礼拜咧，伊就是教即个国语全话所以跟咱讲，伊就是好教，所以全台湾呢，就真紧学了国语啦，所以即个音标呢，就是讲即个音标啊，来讲全话还是拼音呢，即个物件是真重要的一个因素啦，真重要的一个物件，安尼。但是根据过去的研究啦，咱差不多拢知影，就讲台语。因为伊这个台语这语言较复杂，所以台语的这个音标系统啊，就讲伊的罗马字系统呢，其实是相当的困难，无遐尼简单，安尼来，但是如果像咱大陆咱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啦，咱台语主要有两大的这个两个主要的教育系统啦，伊这两个尔，一个叫台通，一个叫台罗，台通呢，就是有法度克服困难啦。比如台语的罗马字真困难，但是台通有甲克服，这困难有甲克服啊。所以伫2003年的时候，通过教育现场校园现场的试验啦，变做一个好教的系统。比如讲，小一年做教育的试验呢，囡仔呢，伊的台通平均的考试100分以上的100分啦，1半以上啦，安尼但是呢，台罗系统呢，伊歹学歹教，伊一直都无法度克服这个困难啦，敢若讲是安尼，所以当时伊个无通过到现场的试验啦，所以这种经营教育呢，差不多2005至06迄阵对台语的这个教育系统要做一个政策上的讨论时，照理足清楚的咧。民主时代你台通已经通过教育试验，全台湾老师差不多拢支持台通啦，无人足少人咧支持台罗的，伫这种情形之下，照理2006就是爱公布台通来做系统，教育系统。好，你若讲台罗也真重要，无就慢慢去，就台通台罗做伙公布，民主时代嘛会互相
互相竞争嘛，较会进步。敢若讲是安尼，家己物件不一定爱统一啦，是不是安尼？中国台湾跟一边一国，就是不是安尼？是安怎讲伊爱统一，是不是安尼？但咱台语来有通牌的意思嘛？不是政治上有通牌啦，台语内面有通牌。如果袂使两个系统，一定爱一个系统，爱统一做一个系统。问题像中国台湾伊个无法度统一啦，这无遐尼简单啦。这台语这系统嘛是安尼，这无法这差真济啦，无法度统一。无法统一的是基本上伫民主时代就是维持咱来互相竞争啦。但是自从讲了先做一个足错误的政策啦。我拢听讲，我哋讲。这错误的政策咧讲这民主时代就是要有一个民主，要有一个自由。结果自从讲了的时阵，伊变做要统一一个系统。因为统一一个系统的时阵呢，伊当去选啥物呢？选你歹教歹学的系统。伊无通过这个到现场的试验。比如伊无经过科学的试验。现场的老师不要教。明明就是足清楚的不要教。但是伊个讲不讲要有这个系统，咧，一步呢，步到尽啦，安尼啦，自讲讲了的时，伊要讲好教的系统，讲你死啥品的，你莫用，大家拢来用迄个歹教歹学的大陆系统，讲你为着要台湾独立，一个系统就好啊，为着要台湾独立，大家拢来用这歹教歹学的系统，去讲种理由啦。安尼结果呢，咱就看就是讲你安尼时步落，你就讲这个台语教学大灾难这是我讲的，这是咧现场迄校长著名校长讲的啦，对台语做新的校长讲的。你看咧步落，你命安尼黑白步落时阵变做台语教学大灾难，结果呢，又预言成真啦，以预言成真，真正变做台语教学灾难20年20天啦，自从讲了到进度即摆自从26、20天，安尼，比如讲，这个囡仔啦学6天的台语课程小学6年毕业的时阵啦台国文的学生呢，伊无法度接入台道啦，安尼啦，好，咱今年自从伊就用嘛对无？咱再来看卖到底是安怎？咱今年呢，旧年开始呢，旧年自从25开始呢，2025开始呢，迄个台湾有一间叫台语的小学，安尼，嘛真出名，真侪记者去访问，安尼其实讲伊这有台语做的较济，这是高雄市的邦联国校，安尼好，就咱甲看卖这也有真认真这校长嘛真好，老师嘛真优秀伊嘛真认真去教台语伫3月25号10天前啦我一个日本留学的这个课程的专家呢，张国树，我就做伙去这个台语的新闻校，伫高雄。之后咱到高雄啦安怎？来高雄音标就是你3年的教，连老师会当较早教就对啦结果去参观发现啦就讲伊这个袂歹，后调老师真优秀的这个台语新闻校呢。伊3年的下期啦无一个学生会晓用台语拼音来编写，无一个啦，已经教半学期超过1学期5年学生呢，伊看有迄台语拼音，伊看有啦，安尼，但是伊阁袂晓写，我都听写，意思讲伊学无交正啦，学无好啦，我当然真正掌握啦，我头讲。这老师拢真优秀比如讲这3年5年呢，这老师因拢是伫台语教的主会中心的这是这个人讲正科班的这教学素养拢真赞的，拢真优秀的老师但是这效果就是安尼，所以就讲，即摆就讲咱讲是讲，你若用台东拼音呢，写1年课程的目标就完成啦。结果你用台语拼音歹教歹学，到小学6年毕业，咱阁无达成安尼，比如我敢若讲，我伫大学去教，我大学日本有哪一我开台语课，学生就来询问，我就问伊讲，我讲你小学6年，小学有做迄个台语的拼音无？因讲无啦，拢袂记了。
我伫台湾遮一看嘛足清楚的，所以咧，咱即讲一个语言的音标是真重要，因为即个音标会当帮助你学习，教落你比如讲这个物件学习会当较标准的对啦，甲咱讲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个真严重啦，即马已经我甲你讲，我看咱这20年来，第一个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然后政策个错误的使用一错再错，这地数你规台语的传承出问题，所以有人即马真侪人伫讲你台语资源无够啦，安怎啦？所以地数讲台语传承变歹去啊，我讲无毋对，环境的资源愈济愈好。但是，毋是讲环境的资源，足济环境的资源，你开心就我就传承，无一定是安尼。你的台语也足歹学，足歹学，足歹教，足歹学，请问你要安怎帮伊传承嘛？譬如讲台语教话，大家做有心的是安尼。但是伊个我都传承，伊本身要教的拢我传承啦。因即马囡仔伊环境无同款，你一定要好教口我就传承啦。安尼我前头先讲伊是错误的使用咧，我甲大家报告。伊讲了，即个教部长伊公布的时阵呢，伊想讲呢，伊这公布拿去参考用尔，所以呢，伊要甲大家放入去课程纲要内面来强制大家使用啦。但是当时呢，即个教部即个大学内面就是讲课程预防的即个欧永生来教的课程专家啦。大有代表性的，因这个课程专家呢，拢反对啦。是安怎？因这个课程专家，因知影讲这个大陆配音呢，根本就无通过到现场的试验。你无通过到现场的试验，你就要强制全国拢使用这有真严重的问题，所以因反对。所以就讲这个课程纲要呢，到今为止，到今年啦到现在为止，其实伊的规定只写4字尔，伊个罗马拼音。伊毋是写台罗拼音，安尼，即个罗马拼音什么意思？罗马拼音就讲我用26个罗马字母来标写任何一种语言，就叫做罗马拼音。那讲汽车，汽车，你台语汽车个文字，土台汽车啦，用汽车等等，所以就是讲课程纲要并无规定。强制使用大陆拼音，但是你教部的考试呢，伊煞强制用大陆拼音，所以这其实是不合理的，你强制一直用落去时，所以地数呢，咱规个到现场呢，甲咱讲即句话啦，我讲的就是讲，然后这个代志咱毋是讲无反对讲，伊讲之一，迄阵伊会做。这个他们中的部长呢，伊带3个署的主管到另外，当时这个风险的考级委员呢，伊交一个联署了100几个以上的校长、老师、牧师、各牧师、各专家校长，咱海外嘛真侪人联署呢。比如讲为着要救这个台语的教学灾难强烈要求这个教部呢，这个台语的进行考试呢，除了这个大陆拼音版以外呢，应该嘛爱有订立这个台通拼音版啦，安尼但是迄阵就这个问题放伫遮，大家较侪人反映这个问题真严重，但是怎放伫遐，安尼教育会咧，教育会这个咱就要讨论啦。这结论呢，我大概甲讨论者，台积电是富国神山啦，因为阮讲台东拼音呢，迄阵去互校的老师讲叫做台语的台积电啦，结果台积电呢去互教部教育会呢，即摆放伫这个暗黑的仓库，这是我的结论啦，即摆正是安尼，好，迄个问题无甲做讨论啦，什么是台通嘛？我毋捌听过。什么物件是台通？我考试拢用这本考试拢用这本这大陆
从国语开始吼，这第一个问题嘛吼，到第二个问题，你著要讲者，我等下做伙回答，我先来讲。我听过大通的，小老师大通。安尼吼是，你是北加州还是伫对遮？我咧洛杉矶啊，我2年前转去考试的，我2年前转去迄个参加教育部的迄个认证考试啊，所以我即摆咧，我即摆咧网络上面咧教台语啊。哦，了解，是，迄洛杉矶吼，你洛杉矶啦吼，你误解，吼，因为迄个台东拼音吼，伊迄个台东拼个台语通用拼音啦，吼安尼啦吼。啊，伊就是有客语通用拼音，有台语通用拼音，搁华语通用拼音。伊三个语言的拼音呢，系统呢是接拼的，会当通用啦。吼安尼啦吼，这是自控控制呢，阿边政府呢，伊公布的迄个通用拼音系统，吼内面的台语部分，吼安尼吼，嘿，啊，伫北加州呢，咱讲话真实的，吼安尼，啊，但是真正真歹势，迄个洛杉矶啊吼，会较入去啦，吼安尼啦吼。哦，伊洛杉矶啊，我咱知影，咱洛杉矶的即个有八牧师伫遐诚认真，搁杀即个教导，吼，啊，含台着接品，嘿，所以我咧做是安尼啦，就讲咱个因主要是要杀台着教导，恁洛杉矶咧杀咧，嘿，所以遐个大家恁去杀，吼，阮个大家个，阮个不一定去去啊，安尼吼，啊，但是捌去啊讲过华语啦，吼，会教学啦，啊，台语有老了讲一下安尼，吼，所以无怪。吼，咱这位乡亲呢，你洛杉矶呢，所以你对台东较无了解，吼，安尼。毋捌听过，要去倒位看？踮咧 YouTube 顶面有法度找着？哦，英国资料真济啦，吼，这嘛是有啦，吼，嘿，吼，你若无的时阵吼，你会当和我联络，还是讲啊，迄个咱主持人吼，伫遐有联络，吼，安尼吼，啊，大家有想要做工作嘛，吼，这民主时代就大家了解安尼，吼，安尼吼，好，啊，咱就好，好，是，嘿，大家对于刚才于国权教授报告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疑问？那于博士，于博士，请问一下，你刚才有简报现在台语的教学在台湾的公立小学的情况吗？于博士。对。我们现在这样子啊，是安尼啦，比如讲，咱台语吼，的资源有增加，吼，比如讲原来是小啊较教尔，吼，但这个环境只要比如国中也有教，吼，高中嘛有教，吼安尼吼，吼，这是环境的资源有增加，吼安尼吼，啊，行政院所以苏志忠伊嘛公布，啊，所以嘛塞遮侪物件，吼，但这拢是这个资源的增加，但是你教育部袂讲这个上基本上重要这个问题，教育的系统。吼，这个问题无解决啦。这无解决的时阵，比如讲，我即马可以用1000块的资源入去，好拿10块的效果啦。吼，简单讲是安尼。吼，啊，你若好个下教的系统呢，吼，你用100块，伊有1000块的效果。吼，简单讲是安尼。吼，阮叫做经验是安尼。嘿，啊，即个校内面吼，基本上就是讲迄个所以迄个洛杉矶的乡亲，你要讲话来，听是嘛？你讲下来，你有问题吗？因为教育部的认证考试吼是用台罗嘛。对，你讲的无对。对嘛？你若要改台东，一定要考试改起嘛。对，是。像我踮咧，阮是拢按迄个台湾会馆开始，洛杉矶台湾会馆，我踮咧台湾会馆。台湾人迄个台罗嘛，都是读台罗，所有都是台罗的咯。你有关系台罗啊嘛？刚你讲了20年啊。来，你要讲的是安尼吼，就是说，迄阵我就讲嘛，比如讲，伊考试吼，因为迄个法定的规定啦吼，你教育部你袂使用考试来强制大家用台罗啦，敢若讲是安尼啦。啊，但是伊说咧，吼，啊，这是对的，哦，这正常的教育需要。啊，结果咱几百个人到经过这廖委员甲你部长讲啊足清楚啦，结果你也无要改，吼，所以继续违法啦，敢若讲是安尼，吼，这第一。啊，第二吼，就是讲，比如你若讲真正来着教足好诶，吼，啊，大家准拄煞啦，吼，意见。
问题叫即马即个就讲你即马讲的头，我头讲的哦，迄是台语是嘛哦，给好看老师我讲是的哦。那个乡亲 Raymond 装圣经他有问题，所以1分钟。刚才一个是讲说台罗系统跟台通系统哦，我们知道哦，台语教会有教会圣经哦，所以台罗应该是属于说是教会里面用了台语的圣经啦哦，至少有很多台语教会曾经在使用。至于台通的话，我孤陋寡闻，我以前没有听过了哦，所以到底哪一个比较标准比较好用哦？一样不好用，一样还有哪一个不知道。但是现在 AI 时代的话呢，如果有人有心吼，不管你讲什么话，另外一个地方就把它转出来是另外一种标准，应该是不是问题。所以我想台罗、台通呢，到底谁比较伟大，不知道哦。但是另外一件，我觉得比较重要一点的就是，我们台语吼受到那个外来语文的侵略呢，哦，因为比如讲说，我现在这次回去台湾住了很久。住在板桥，那个柑仔水，柑仔水现在叫做江翠啦，跟我们以前所说的柑仔水，还勉强可以接触得到，因为柑仔的水嘛，那个开口的地方嘛。但是我到高雄去因为要坐到那个轻轨，要在那个捷运站要在那个屋子底叫做什么意思？叫做屋子底啊。我看到那个字眼以后才知道阿巴对阿巴对啦，所以阿巴对以后你就知道说台语说哪一个底，这有一点意思。至于屋子底叫做什么东西这个就永远就想不出来。江翠跟江子翠还马马虎虎啦但是屋底跟这个我就听不懂。所以台语呢受到那个标准，还有受到外来语言的侵略。但是如果 AI 时代的时候，应该比较有解吧。有心的人就去研究怎么样的转来转去。一般的人的话呢，就是 follow 就好了。我们谢谢Raymond 举例举得太好了啊。那他所谓的外来语是说那个从global 从 international 的外国语言直接进入到台湾，然后我们就直接是直译的那个叫做外来语。那另外他讲的那个华语的部分指的是中文的部分，也就是马英九所用的汉语拼音的部分所以呢，在这个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台湾母语在台湾是整个开始 diminishing。就是开始渐渐就渐落以后的结果就是慢慢消失，再加上台湾现在少子化我们的儿童越来越少，然后呢老人越来越多，所以台湾现在人口是一个倒三角形，已经不是一个正三角形以正三角形上面是老人，下面是小朋友跟年轻人、中壮年。现在台湾的整个人口的结构它是倒过来的，变成一个倒三角形，就是老人的人口多于小朋友的人口所以这个是一个警讯对于台湾的人口来讲呢，在未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我们台湾人会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儿童越来越少，青年的人口呢也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那至于就是说刚才的于教授讲的台湾通用拼音呢，其实当时在那个阿扁执政的时候，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那个当时的教育部长是杜什么？杜正胜那个时候刚刚一开始颁布的是台湾通用拼音，简称台湾拼音。那时候还没有台罗，还没有教罗。教罗是在教会，不是台罗在教会，是教罗在教会里面使用的我们叫做教罗那台罗它综合教罗再改良，变成自己自创的一个叫台罗。所以现在在台湾有3种拼音，光是台湾话就有3种拼音你们搞得懂吗？我都搞不懂更何况是小孩子对不对所以台湾拼音在教台语方面，是不是需要整合一下？我们也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需不需要？还是就任由这3个拼音自己去发展，各走各的路那然后反正兄弟爬山嘛就是各自为政，看最后谁赢那么但是这个对于台语在台湾的发展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力量分散。
力量分散。然后客语的部分呢，完全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客语用的就是台湾通用拼音，我们叫做台湾拼音客语系统，完全没有问题。客委会的课本到现在都是还在用客通，我们叫做客语台湾通用拼音啊。所以呢，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下，那海内就是我们台湾国内的现在公立学校是1个礼拜1个小时的学习台语是必修课。以前马英九时代呢是选修课，它放在那个课外活动里面选修，可修可不修啊。所以呢50分钟啊，学生可上可不上没有关系。但是从小英执政一直到现在赖清德执政，你不能选修了，也不放在课外活动，放在必修科里面1个礼拜1小时，每个小朋友都要上台语，而且还要考试。虽然1个小时不够，但是毕竟它变成了必修科啊。然后另外就是在海外的台语学校跟客语学校的发展，很不幸的呢，就是说侨委会对于这方面呢，最近因为对岸的孔子学院呢，从美国的大学里面消失，所以搞出来好多的萝卜坑。那我们现在呢，台湾的政府应美国联邦政府的要求，就是要去填那个孔子学院被拔除以后的那空下来的那些萝卜坑，就是要我们台湾的 Taiwanese Mandarin 台湾的国语、台湾的华语去填那些在大学里面的孔子学院空出来的那些萝卜坑。那去哪里找这么多的学校来填那些萝卜坑呢？那所以侨委会跟教育部就动脑筋，动到了海外的侨校、中文学校，要中文学校创立华语文学习中心。鼓励中文学校创立华语文学习中心，去填在大学里面空出来的孔子学院的萝卜坑。所以，如果要学中文的话，在大学里面就要学台湾的国语，也就是台湾的华语所以现在呢，侨委会呢就大力的在推动这个华语拼音，为了要跟美国联邦政府要接上头，因为人力有限。所以原本的台语跟客语的推展在海外，就开始力量不够了，因为目标跟注意力还有金援，就是金钱的援助都转移到华语文学习中心。但是大家都问，难道侨委会没帮忙吗？有，侨委会有帮忙，有继续在推台语，但是呢，它的力量就不如从前。因为他的资源、他的金钱、他的体力、他的精力，整个侨委会被分散了。这现在就是说海外的这个台语教学的发展的情况。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侨委会的委员长徐家清委员长呢，他就有一点做一个弹性的革新，就以全球的台湾会馆为主要。就是台湾会馆里面被鼓励设立台湾学校来教台语所以他的注意力也就集中在台湾会馆，只要台湾会馆有台湾语言班就可以了。然后侨委会的资源课本都免费的供给，当然是台罗的了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以上的是实际的。台语的在海外的全球的状况，还有呢，我们台湾国内的台语的跟客语的发展状况。如果相信还有问题，请发 text 给我408-442-2259，我会把各位的意见转给中研院的余伯全教授提供给他，他再会回答各位乡亲们的问题。请你们发 text 给我的时候，请给我你们的 email address， 我会转给余伯全教授